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4句俗语，互大家知。第一句是“大篮仔假烧金”，这句俗语本地是咧讲古早时社会较保守，查某人袂当凊彩出去外口行打，所以有一寡人就赶车篮仔，假做要去庙林烧香拜拜，其实是走出去做其他的代志。亲像佚佗也是约会，所以落尾人就甲即句“大篮仔假烧金”的俗语起来比喻一个人表面上在做的代志，其实是有别种目的的，用叶叶的动作来暗藏真正的目的。第二句俗语是“6月挂菜假有心”，挂菜是寒天的菜色，这个时阵的挂菜毋但大丛阁水，中阁有挂菜心。6月虽然嘛有挂菜，外表看起来甲寒人的挂菜差不多，毋过伊的中是无菜心的，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形容一个人虚情假意，表面上对人真关心，其实全部拢是假的。第三句俗语是“人牵毋行，鬼牵溜溜行”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一个人好歹代志分袂清楚，有人要牵成伊，伊无要对；歹人要招伊去做歹代志，伊煞酷酷对伊去，用来形容人是非不分，大路毋行，行弯岭。最后一句俗语是“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，60年一价子”。这60年天会照这天干地支一轮一轮来循环，亲像咱逐冬拢固定有春夏秋冬。若咱人破坏环境，安尼这种自然的节奏就会互咱人类拍乱去。亲像即摆天气愈来愈热，就是节奏互人拍乱去，天无照价子的现象。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讲，咱人若无照天理，就是无照规矩来做代志，安尼天公伯啊，嘛袂照伊原本应该有的循环去行。安尼这4句俗语，大家讲拢学会晓啊。接落来咱来看伫生活当中会当安怎运用。我转来啊，阿姐你转来哦，辛苦辛苦，要啉水无？我来甲你停。也是你要先洗身躯，我来甲你漏烧水。哎，你怪怪哦！你讲你有啥物企图？无啦，着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我着知吼，逐摆拢安尼大篮仔假烧金，表面上对我好，后壁拢有目的的。你要参详啥啦？无啦，着我迄个同学阿明，伊讲伊去泰国做业务趁足侪钱，即摆转来想要招我做伙过去趁啦。你敢无看新闻咧报？真侪人互人骗去东南亚做诈骗集团呢。阿明即个人，我看出啦，伊就是6月挂菜假有心，根本就毋是真心要报你趁钱。袂啦，伊对我诚好呢，逐摆见面拢会请我食饭，我相信伊袂甲我骗啦。你吼，莫逐工伫遐受一寡有诶无诶，咱做人做代志，毋着爱照规矩、照道理来。你敢无听人讲过，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？你若对伊去做歹代志，早晚一定会互人掠包啦。袂啦，你真正是讲袂出车，我拢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阁毋信？真正是人牵毋行，鬼牵溜溜行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这4句俗语，大家拢学会晓啊。你若是有介意我影片，莫有一摆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，也要一起加订阅连迄迄个铃啊，安尼才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